午安，大家好，我係風水佬王陳貴龍。嗱，嚟到呢個位置咧，我想拍一個叫做竹節煞俾大家睇嚇。竹節煞個煞字梗唔好啦，係咪？風水嚟講係扣分喎。咁但係掉翻轉咧，喺呢邊睇翻先啊。你要睇到呢一個竹節煞咧，有一種咧就係話你搬入嚟佢已經發生，有一種咧你搬入嚟嗰時未發生，而係後期先發生嘅。嗱，好似話咧最高個位，你見到咧佢係因為係要換鋁窗嘅關係嚇，或者要做外牆嘅裝修關係啦。正一個位咧就搭咗好多嘅竹棚喺度，咁竹棚咧就產生呢種煞氣啦嚇。嗱，下方咧就係中間咧有一啲彩色嘅晾衫竹。嗱，晾衫竹咧其實你當你呢間樓去建成之後咧，晾衫竹個環境已經出現㗎啦嚇。咁所以話咧掉翻轉咧，影響邊夥人咧？就影響唔係自己本身，影響緊咧就係話咧去對面嗰個單位。嗱，咁呢個位置咧100尺內啦嚇。咁對於嗰個宅內人嚟講咧，呢一個嘅竹節煞就影響緊佢啦嚇。咁而下咧，我哋再低啲個位咧，亦都係有一個咧換鋁窗或者會修理外牆嘅環境咧，就搭咗竹棚。嗱，呢種竹棚咧仍然即係頭先講啦嚇，竹節煞嘅一種。搭嘅時間咧就對你有影響，事後拆咗咧就冇影響。嗱，我哋話講緊風水學咧，就係受到形巒嘅一啲嘅物象嘅影響，從而產生一啲嘅吉凶嘅效應。嗱，遇到竹節煞咧，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下嚇，對於自己嘅宅內人嘅一啲嘅是非啊，或者係甚至一啲小朋友教學啊，咁都係有啲產生嘅問題嘅，所以大家要留意。